立法院今仔日处理财委会副议案，在南北党团联手之下，完全无过，所以行政院长杜英台感觉真不满。来看伊上新的讲法。我们报告会把财划法错误的内容向国会说明，让国人清楚。答询会让整个争议更为清楚而明白。但是国会拒绝了这样的一个程序跟结果。不要以为把国人的眼睛耳朵蒙起来，埋在沙子里，大家就会愿意成为一只鸵鸟。对于这种不经正常的议事程序、违反议事伦理的任何决议，行政院没有必须执行的压力。咱听出来，杜英台议长非常不满啊！伊再就是强调，无经过正常的议事程序啊，违反伦理的任何的决议，行政院并无必须要执行的压力咯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